王后无子嗣，魏延把自己的兒子公子華托付給王後撫養。這位公子華現在在眾人眼中已是準太子。去年春天，前王后病逝，魏延已經升為夫人位分，大權在握。我擔心你宅心仁厚，到了秦國不是他們的對手。母後放心，秦王已經答應舒兒，要庇護舒兒一輩子。有秦王庇護固然是好，可是靠人不如靠自己，更何況枕邊人的話是靠不住的。母後，好了，眼下多說無用。終有一日你會明白母後的苦心。蓉兒再有2-3年就可以分封領地，無論好壞都可以照顧好你自己和葵姑。小冉，我原本打算把小冉留下的，但郑伯身體欠佳，已無力撫養小冉。我想，我還是把小冉帶走吧。姐姐，此去秦國路途遙遠，途中一定會遇到許多危險。小冉弟弟的事，還是再想想別的辦法吧。小冉不能進宮，可跟着你，你是公主陪嫁，又多有不便。我想，唯一的辦法就只有這個了，讓小冉跟着我。不可能，我們都知道，小冉不可能進宮的。但我可以出宮，小冉跟着我，我跟着你。裴家应氏都有隨從侍女，我隨你一同離開楚國，既可以一路照顧你，又可以照顧小冉。那蓉兒怎麼辦呢？姐姐，別再把我當小孩子，葵姑這法子我贊成。我眼下雖不能為你和弟弟爭一塊天地，但絕不要你和葵姑再為我操心。再說雲夢台裡還有其他姑姑，不怕沒人照應。蓉兒的確長大了，懂事了，只是葵姑為我們姐弟已經辛苦了半輩子。我原本打算讓葵姑跟着你去養老的，若是跟了我，難免前景險惡，凶吉難卜。不用多說了，跟你走，無論是吃苦還是享福，姑姑都情願。玳瑁，你跟隨我這麼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我和你的情分早已超越了主僕，所以我心裡有個打算，一直不忍跟你說。魏後要是這麼想，就把婢子當外人了。舒兒要出嫁，我心裡總是不大放心。她過於天真，心性純良，要遠嫁那虎狼之妻，我擔心她不是那些後宮之人的對手。魏後是打算找個心腹跟着舒公主去秦國，好助她一臂之力。正是。魏後既有此意，玳瑁在所不辭。你真的願意去？玳瑁從小入宮跟隨魏後，家人受盡魏後恩典與責，婢子的性命都是魏後的，只要魏後肯放心，婢子一定竭盡全力保舒公主在秦宮平安。有你同去，我在楚宮也能睡幾日安穩覺了。其實讓你去，我是一舉兩得。我已經對那賤人做了安排，萬一他沒死在路上，到了秦國，說不定哪日他會成為舒兒的克星，到那時就要靠你見機行事了。婢子明白。殷公主，时辰到了，殷公主請。殷公主，
季伯，怎么不见皇公子啊？子歇躲在喜房里不肯出来，我也正着急呢。他要不来，如何行这一拜大礼？我亲自去请他。